話加沙襲港期間，本港多處冧樹，其中係西營盤有擋土牆大樹冧咗落嚟，交通仍然受影響。朝早7點幾，工人喺醫院道近般咸道用吊車清理喺行車路同斜坡嘅樹幹同埋碎石，期間啲車只可以用一條行車路去通過，附近返學嘅學生未見受影響。因為都話係最強颱風，所以都早5至10分鐘出門口咯。不過都 OK 嘅，即係都冇咩太大破壞咁。本身以為係好多樹啊，周街都係一啲破壞，不過都冇，其實都冇咁多損壞咯，即係。可以話係今次係一個教我哋點樣去為呢個颱風做準備咯。鋪滿成塊地咯，但係又冇好明顯係堆起嘅，都唔會嘅，可以直接踩過去。有啊，佢哋就喺度掃啲樹葉啊，地下好多。